万，准备展翅高飞，非常令人期待的崭新未来。在画面中，我们也看到了象征性自由还有勇往直前的机遇。高深的呼唤他的同伴代表台湾，希望跟理念相同的伙伴一起前进。马上，我们来到第二个章节，每一道光都是台湾的希望，我们跟着光的探索一起前进。台湾这座美丽的岛屿像是一座文明灯塔，带领大家探索崭新的未来。我们看到用七彩缤纷的烟火代表台湾多元的美好，激荡出了文化台湾，科技友善、运动友善、多元友善，文明台湾。谢谢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民，我们用爱跟良善守护着台湾。向世界前进，我们从台湾出发，前进世界，跟世界交朋友。看到祖国的语言，我们向全世界 say hello， 同时也让微笑成为全球共通的语言。和平，闪耀未来，让我向全世界传递我们的爱与关怀，用爱将全世界串联起来，关怀战争，关怀人权，关怀疫情，关怀全球暖化，希望和平、自由、健康、欢乐、永续，这是我们献给全世界的祝福。
谢谢团队的伙伴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进一下广告，休息一下，新年快乐！太爽了。